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dy， 成2個幾月冇同大家分享雪卡相關嘅嘢啦，因為真係比較忙碌，所以唔好意思，要大家等咗我好耐啦。咁喺分享之前呢，大家記得要 like 同埋 share 啦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，因為咧到咗3000 follower 咧，咁我就會送禮物俾大家嘅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 topic 咧，就係關於古巴雪卡嘅啲大品牌咧，佢嘅雪卡標籤嘅演變嘅。咁近期咧，其實我都識咗唔少係啱接觸雪卡嘅朋友啦，或者係有時候啊，我返公司咧，即係食雪卡咁啱咧，就有啲客人咧就見到我就會想問我啲嘢，關於就係雪卡標籤嘅呢樣嘢咧。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略先講少少。我要講古巴雪卡品牌入邊嘅話，大家一定會最了解係 Cohiba 啦。咁今日咧就第一就講 Cohiba 嘅 logo 嘅演變。咁咧咁啱咧，我就有呢個Cohiba 嘅呢個標嘅呢塊嘢啦，其實係 Habanos 官方出嘅啦。由於咧今日咧天氣真係非常之好，所以我唯有咧係轉個畫面咧 zoom 近清晰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第一代呢個就係 Cohiba 嘅黑白少少嘅標籤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佢就係 Cohiba 咁樣嘅黑白嘅標籤，有啲花紋咁樣嘅，咁就Habanos 啦。呢個咧係佢最舊嘅一個標籤嚟嘅，就係1960年代咧到1970年代咧先沿用呢個咁嘅標籤嘅。到咗1970年代到93年嘅時候咧，就轉咗咯喎，就變咗彩色。依家大家所謂可以見到佢最signature嘅顏色就係黑同埋橙色嘅配搭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咧配搭嘅時候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就係咧佢上邊咧好多時候大家會講話咩3點啊2點啊，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呢一代開始咧有啲點點格仔喺上邊，所以咧呢個1970到1993年代嘅時候咧就出咗呢個黃橙色嘅 logo 啦。但係記住，因為咧始終咧古巴係一個共產國家啦，其實咧有時候咧佢哋多嘅標籤咧，佢係會用完先會停止嘅，所以有機會咧喺93、94嘅時候咧，都會有機會係有呢代標籤嘅。OK， 到咗93到03年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咧沿用 Cohiba 咧就開始咧知道咧要每10年就換一個標籤啦。咁就喺呢一代嘅時候咧，10年咧佢就開始換標咯喎。呢個咧就係93到03嘅，同一樣啦，就係咧03年末嘅時候咧，其實咧或者04嘅時候都有機會會見到第3代嘅標籤嘅。咁第3代嘅標籤大家就可以見到個分別啦，就係咧首先佢有下邊嘅呢個 La Habanos Cuban 呢個字眼啦，同埋咧就係咧佢上面嗰一間咧就唔係3間嘅，係2間嘅。OK， 同埋咧大家可以對比見到咧，其實佢哋嘅橙得嚟咧係有分別啲嘅。第2代嘅呢個橙咧係暗啞橙嘅，而第3代呢個係鮮橙多少少嘅。到咗03年到2014年嘅時候咧，咁佢又開始轉到第4款標籤咯喎，就係可能依家都仲會見到嘅一個標籤，就係呢個咧係3格仔，然之後咧個 Cohiba 咧明顯係改變咗，佢冇再沿用以前咁樣係黑色嘅 Cohiba 咁樣啦，佢就用咗有少少金色嘅一個閃靈靈嘅 Cohiba 啦，然之後作都係黑黃色嘅，即係黃橙色咁樣啦嘅標籤嘅。咁呢個標籤咧，佢沿用到2014年嘅年中咧，都仲會有嘅。而呢個標籤咧，相對於咧就係咧比起以前嘅嗰個標籤咧，佢個
Cohiba 咧係多咗啲凹凸感嘅，因為以前嘅佢你見到啦，佢前嗰幾代嘅嗰啲標籤咧，其實都冇做到凹凸感嘅。咁喺呢一代第4代咧，佢係做咗有凹凸感嘅感覺嘅。OK， 咁喺14年嘅時候咧，佢嘅即係年頭到年中咧，其實我都有見到係仲有呢個咁嘅標籤啦。咁但係其實到14年打後咧，佢就開始再出咗一個新嘅標籤，就係依家大家所熟悉嘅女人頭啦。咁點解佢會右轉呢？就係因為咧喺14年嘅時候咧，其實古巴雪茄咧就真係開始係彈得好犀利，好多人咧都去追捧啊，或者開始去接觸古巴雪茄啦。同時亦都導致到咧，其實係有好多造假商去造假呢個 Cohiba 啦。所以喺2014年開始咧，佢係做好多防偽嘅嘢嘅，例如咧佢最新嘅呢個女人頭咧。佢喺即係佢係有做咗鐳射啦，上下間咧見到係有 Cohiba 咁嘅啲間啦，同埋個女人頭咧係有折射到嘅，同埋就係 Cohiba 一樣啦，係沿用咗就係都係有啲金色嘅凹凸感咁樣嘅。咁呢個女人頭咧，其實佢每10年都有個轉變噶嘛，所以咧喺2024年到2025年，雖然大家見到都係一樣係個女人頭嘅，但係其實佢哋嘅防偽咧已經作出咗改變啦。就係咧2024年到2025年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用紫外光燈試下照下自己 Cohiba 嘅嗰啲標籤。其實佢已經冇咗嗰個 CO 嘅嗰個標碼㗎啦。然後呢，大家見到啦，其實都有見到呢個Cohiba 嘅 Magnified 啦。咁呢個呢係 Cohiba 咧喺07年推出嘅一個系列嘅。咁佢呢個係佢嘅舊標。咁新嘅標籤嘅 Magnified 咧都係咧有個女人頭喺上邊嘅。咁呢個咧就係Behike 啦。咁 Behike呢個咧我記得咧之前我已經有拍片有講過嘅，所以如果要詳細睇同埋介紹呢個標籤咧，佢2代嘅標籤咧，我之前嘅片都有講過啦。咁今次我就唔會再講。頭先介紹完 Cohiba， 咁我依家咧就同大家再分享多一個牌子，亦都係變化比較大啲啦，同埋就係歷史悠久少少嘅品牌 Monte Cristo 嘅。咁 Monte Cristo 咧，其實佢喺 Pre-Embargo 之前咧就已經有出好多唔同嘅雪茄啦。咁佢個標籤咧都同一樣，同 Cohiba 一齊係有演變嘅。咁Monte Cristo 啦，大家可以咁我咧就整幾盒咧，咁俾大家睇下嘅。因為咧 Monte Cristo 咧，因為佢個標籤咧，我覺得咧，因為唔同嘅陳年嘅方法啦，你擺得耐唔耐，擺嘅影響嘅方法咧，其實有時候咧會導致咧佢個 logo 嘅標籤咧個色會啞咗少少嘅。但係其實咧佢係一模一樣嘅，即係我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呢個啦，同一樣係70年代嘅 Monte Cristo 嘅。咁呢個70年代嘅 Monte Cristo 咧，至到 Pre-Embargo 嘅時候咧，佢個標籤都係咁嘅樣嘅，60-70年代啦。為咗令大家更加清晰啦，咁我就直接 zoom 近俾大家睇一下啦。其實咧60-70年代，即係以前第一代嘅 Monte Cristo 嘅標咧，個性質咧就係咧白色，大家見到係白色嘅一個圓圈標啦，跟住咧係啡啡地嘅。咁大家會咧，其實如果咧肉眼睇會覺得，咦唔一樣嘅喎？點解你話係同一代嘅標？首先啦，就係因為咧，其實呢個係古巴嘅共產國家啦，有時候佢嘅印刷上面咧並唔係如意嘅，大家你可以見到啦，佢咧呢個印得好方正嘅喎，呢個咧就偏向上少少嘅，但係你都可以見到咧，佢個特色都係一樣啦，就係白色邊啦，同埋有2個點點啦，同埋成個造型
個邊嘅弓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其實咧主要咧有兩個你會 feel 到係有啲唔同，就係因為佢哋嘅 size 唔同啦，所以導致你覺得好似個標籤唔一樣咁樣，其實係同一年代嘅標籤嚟嘅。有時候咧唔同嘅陳化啦，呢個係講緊係60、70年代嘅時候啦，咁到依家已經2025年啦，即係60、70年代嘅，即係好似我媽咁樣嘅歲數啦。咁當然咧，佢咧就會有啲歲月痕跡啦，有啲保養得好啲啦，就會感覺好似新淨啲啦。但係其實咧，係一樣嘅標籤嚟嘅。講完第一代標籤咧，就第二代標籤啦。咁 Monte Cristo 3年嘅限量版啦，咁5年度限量版咧，其實喺Monte Cristo 嘅第二代標咧，喺03到06左右期間咧，其實佢係轉過一次標籤嘅，就係其實咧嗰段時間嘅 Monte Cristo 咧係轉咗個標籤嘅，即係咧係比較深色少少嘅，即係鮮色少少。佢以前第一代標籤咧係深啡、暗深啡色嘅，然而咧佢03、06嘅時候咧係開始鮮咗少少，係嗰啲朱紅啡嘅感覺嘅。啱抄到一盒04年嘅 Number 2嘅，咁就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啦。頭先講嘅咧就係咧，佢係咧個標籤咧係轉咗係朱紅啡嘅嗰種感覺啦，同埋就係都係一樣係沿用白色嘅線。第二代標籤我又抄到一模一樣嘅 Number 4，咁俾大家睇下個分別，終於可以更加明顯俾大家對比啦。咁第一代呢個呢，咁佢係呢淺啡，係比較啡身少少嘅，因為依家曝光得好勁啦，因為太陽太過猛烈啦。咁呢第二代呢個呢，大家見到佢個啡中呢係帶少少紅嘅，呢個第一代呢個第二代一模一樣嘅，咁就更加明顯俾大家睇到個分別嘅。到咗第三代呢，佢又用翻呢係啡通少少嘅 Monte Cristo 嘅標籤啦，就係咁嘅樣嘅。咁佢喺06到1213嘅時候呢，就選用呢個標籤嘅，就係啡少少有啲白嘅。咁我相信呢，大家可能呢，依家市面上都會見到呢個會比較多啲啦，同埋呢13年呢先出嘅13、14先出嘅新嘅標籤咧，就係啡得嚟咧有啲金啦。佢最新呢一代嘅標籤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佢呢個金色嘅位咧係做咗凹凸嘅一個明顯手感嘅。咁其實咧以前咧佢咧係冇呢個凹凸位嘅，咁第三代咧都未有嘅，係到依家最新嘅一代咧第四代咧佢先做咗呢個凹凸嘅。咁其實咧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咦你又話咧呢個 Monte Cristo 咧係13、14先開始出嘅，唔係喎，我2012年嗰個 Double Edmundo 已經開始出咯喎，係啊冇錯啦。其實咧佢咧 Monte Cristo 咧嘅第一個最新嘅呢款標籤咧就出咗喺 Double Edmundo 身上嘅。Double Edmundo 用咗呢個標籤之後咧，佢再統一喺咧13年度咧到依家咧就沿用呢個 label 嘅。我同大家講咧就係咧Cohiba 都係一樣嘅。Cohiba 嘅呢個女人標籤咧，佢係2014年先統一所有咧就開始轉呢個女人頭啦。但係其實 Cohiba 嘅 Pyramidis Extra 咧就喺2012年就已經誕生噶嘛。佢嗰時咧就係第一個用呢個標籤嘅，所以咧大家會見到2012年咧嘅 Pyramidis Extra 咧都會有女人頭噶啦。今日咧就先分享咗呢兩個牌子嘅資訊先啦。咁我都明白咧，依家咧有好多假煙嘅出現啦。咁我今日所講嘅呢啲咧都係咧啲好即係官方嘅數據啦，同埋官方所出嚟嘅資料啦。咁有可能咧，其實官方都會有
啲即係出錯啦，例如嗰啲即係貼錯標啊，或者搞錯嘢嗰啲，都會有呢個情況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咧最緊要咧係要試咗先知係咪真。咁大家咧就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咧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